全球伊斯蘭教的傳統節慶開齋節對19暗時開始，不過即馬佇中東地區正咧燒戰東南亞各地油價物價也搶懸，就連佇印尼也有一寡所在進前發生水災，到大農業的禍源，所以互真濟穆斯林是無心情通慶祝。市場人來來去去，打圍囥五花十色的糖仔。19暗開始就是穆斯林傳統節慶開齋節，也是在介月結束。照習俗，穆斯林會佇即天去清真寺禮拜拜訪親友，閣食一頓仔真澎湃的餐點慶祝。重要程度甲華人的農曆新年同款。佇入場場的甘沙沙龍，真無簡單。佇舊年10月宣告停火，對物資漸漸入去，市場嘛開始出現新衫甲食物。نزحنا مرة واثنين وثلاثة وأربعة لكن رغم كل شيء مستمرين لأنه مشروعنا هذا هو المعين الأساسي لأسرتنا المعين الأساسي للسيدات اللي معي لهيك ما وقفت。不過我們2年半戰爭過了後，真濟人也袂驚出失去親人的痛苦。今年開齋節並無因為停火變得較輕鬆，顛倒中南地區各個新戰場，互節慶帶佇烽火陰影來。Lebaran ini kayak nggak berasa lebaran memang pun bang. Ya lebaran sebelum-sebelumnya untuk sekarang udah kayak beda lah. Lebaran sebelumnya memang udah kita rayakan. Sebelum lebaran pun 2 hari lagi, seminggu lagi sebelum lebaran kita udah merayakan. Untuk sekarang kami memang belum ada rasa apa-apa nggak ada。佇全球穆斯林人口上濟國家印尼，今年的開齋節同款無好過，因為美國伊朗戰爭的影響，油價一直真懸，部分地區的油價來到每公升差不多台票93塊。佇索文達列島的阿濟省，去年才拄仔經歷過嚴重的水災，大部分的設施攏毀損，袂少人也住佇個臨時搭建的텐트內底，等待工園重建。印尼上鬧熱的市場，即馬也恬滯滯。對於全球超過20億穆斯林來講，今年開齋節的情況較特別，無論是宗教、政治還是經濟因素，攏充滿真複雜的心情。公視新聞尤派準編譯。